社军评执法机关进行这个通讯的监察，拢会经过法院的审准核准。是咪？到我最近网络有流传9张政治单位的监听名单，伫对象包括立委、县市议员，也有几千个民众。佮讲这个名单伫暗网用10万的美金，相当是差不多300几万的台票伫拍卖，引起司法单位的这个关心。调查局表示讲，这份文件根本就无存在，因为通讯监察只有申请的机关才会知影这个相关的资料，自然无这个统合整理的文件。内政部长李明昌嘛讲，认知作战3分真7分假，有诶看起来敢若真诶，其实是假的。尤其是即马大选的期间，任何消息大家拢爱好好啊思考一下。透过被公布名单，会当看到包括立法院的副院长、国民党的中常委、民进党的立委，也有前中正局的校长、驻外代表，甚至连社会干部拢在内。这份9000人的名单，伫暗网开价10万的美金，内容包括监听机关、监察号码、监听时间、被监察人，公示政治机关监控监听数据，而且哪里的重要人士拢有，互看作是全面的监听，也毋过有影无。这类的不实资讯，曾经在110年就在网络的社群散播，显然是经过加工拼凑，属于典型的错假资讯。继续来看文件内容，第一当发现婚姻官的婚，互拍作是简体字，这就毋是正讲的公文，也有官方统整的资料，也拢是用民国，毋是西元。这份文件可信度马上曝光。执法单位进行通讯的监察，为第一线机关到法院核准，这个进入刑事局、调查局做系统设定，最后等下到申请机关，全部过程拢会做气势白化，干那老片名也够姓，根本无可能出现执规或者是全名。这些证据也拢说明这份文件是假。可能在选举期间要制造一些我们的对立，那可能是境外势力的一个认知作战。正值我国进行大选的期间，那任何的一个讯息我想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应该要审慎的去做这个思辨。最高检命令北检追查公布文件的人，也毋过因为暗网是集合稳重网站，敢来当透过专门的网络浏览器，佮加上用暗网时阵，规过程拢会经过加密，也就是暗砍数据来源，也有用户 IP 的地址。嘛，因为安尼，所以讲虽然检警真重视，也有干部追查，也毋过这过程恐见也是真有难度。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